好，咁我今日咧就講第三講，主降臨同埋世界末日嘅預兆，比較長啲聖經啊。我哋就睇馬太福音24章第3節至到第14節。耶穌在橄欖山上坐着，門徒暗暗地來說：請告訴我們，什麼時候有這些事？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有什麼預兆呢？耶穌回答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許多人。你們也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總不要驚慌，因為這些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還沒有到。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饑荒、地震，這都是災難。原文是生產之難的起頭。那時，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裏，也要殺害你們。你們又要為我的名被罵民恨惡。那時，必有許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惡。且有好些假先知起來，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才漸漸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好，咁啊呢段聖經咧，你特別注意咧，出現過幾多次迷惑啊？3次。嗱，所以馬太福音個重點咧，就叫我哋小心被迷惑。嗱，咁另外咧，亦都出現一次咧見證嘅。咁你發現咧，我哋陣間讀我3卷聖經咧，都先後出現過見證嘅。我哋睇第2段聖經，就係馬可福音13章第3同13節。耶穌在橄欖山上對聖殿而坐。彼得、雅各、約翰和安德烈暗暗地問他說：請告訴我們，什麼時候有這些事呢？這一切事將成的時候有什麼預兆呢？耶穌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許多人。你們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不要驚慌，這些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還沒有到。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地震、饑荒，這都是災難。原文是生產之難的起頭。但你們要謹慎，因為人要把你們交給公會，並且你們在會堂裏要受鞭打，又為我的緣故站在諸侯與君王面前，對他們作見證。然而福音必須先傳給萬民。人把你們拉去交官的時候，不要預先思慮說什麼。到那時候，賜給你們什麼話，你們就說什麼，因為說話的不是你們，乃是聖靈。弟兄要把弟兄，父親要把兒子送到死地，兒女要起來與父母為敵，害死他們。並且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恨惡，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嗱，咁你發現咧馬可福音咧同一段所描述嘅聖經咧個重點咧有啲分別嘅。咁成章聖經你自己翻去睇翻，出現過要謹慎咧係4次嘅。嗱，咁我哋讀呢一段咧，只不過出現2次啫，跟後邊咧仲有出現。記唔記得馬太重點喺邊度啊？迷惑。呢度咧求你叫咩？謹慎。好啦，咁另外呢度亦都提過乜嘢咧？就係要作咩？
見證。嗱，所以3卷聖經都提到見證嘅。咁另外跟住咧就同我哋講，如果有人拉咗你哋嘅，你唔需要思慮講乜嘢，到時候邊個會幫你啊？聖靈，喺度提到聖靈嘅。我哋睇路加福音，第21章第7節，就第19節。他們問他說：夫子，什麼時候有這事呢？這事將到的時候，有什麼預兆呢？耶穌說：你們要謹慎，不要受迷惑，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又說時候近了，你們不要跟從他們。你們聽見打仗和擾亂的事，不要驚惶，因為這些事必須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時就到。當時耶穌對他們說：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地要大大震動，多處必有饑荒、瘟疫，又有可怕的異象和大神蹟從天上顯現。但這一切的事以先，人要下手拿住你們，逼迫你們，把你們交給會堂，並且收在監裏，又為我的名拉你們到君王、諸侯面前。但這些事終必為你們的見證。所以你們當立定心意，不要預先思想怎樣分數，因為我必賜你們口才、智慧，是你們一切敵人所敵不住、駁不倒的。連你們的父母、弟兄、親族、朋友也要把你們交官，你們也有被他們害死的。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恨惡，然而你們連一根頭髮也必不損壞。你們常存忍耐，就必保存靈魂，或亦必得生命。咁原來你發現咧，呢一章聖經咧係補充咧馬太福音24章嘅，特別補充咧將來會發生咩事。嗱，佢舉個例子，馬太福音咧淨係提到咧要打仗係咪？呢度提多個乜嘢？擾亂嘅事係咪？多咗個擾亂嘅事。咁另外咧馬太福音咧提到咧多處必有咩啊？地震係咪？提到多處。咁呢度咧提到要咩啊？大大嘅。嗱，多處同大大唔同啦係咪？多處即係台灣又有。美國有，度度有啦。大大咧就個級數係高啲嘅。咁另外馬太咧提過饑荒，就冇提到瘟疫嘅。咁但係英文聖經係有嘅。我補充喺英文聖經係有提瘟疫嘅馬太福音。咁但係呢度咧就講得好清楚有瘟疫。咁另外如果特別提到呢有可怕異象和大神蹟從天上顯現。嗱，咁另外亦都3卷聖經都有咩啊？作見證咪？所以作見證好重要嘅門口嘅時候。馬可福音記唔記得頭先我講，當去到見官嗰陣時候，人逼迫你，邊個幫佢啊？聖靈咪？但係呢度咧就提咧係主幫佢嘅。我哋睇睇呢3章聖經嘅比較先。呢3章聖經好重要啊！重要在邊度咧？係主臨死之前親自講嘅，講咗好長，特別馬太福音記載得好長。嗱，咁呢3章聖經咧所記載咧唔同嘅重點，但係有陣時聖經咧用唔同嘅重點咧俾我哋更加深刻啲嘅。嗱，第一馬太福音24章係好詳盡咁樣記載嘅，成章聖經係咪好長啊？另外馬太福音24章咧提過3條問題，嗱，我哋陣間會睇嘅啦。近邊3條問題咧？跟住頭先記得好清楚，馬太特別着重咩？唔好迷惑係咪？咁另外馬太福音後邊咧25章，我哋講到明係乜嘢咧？表達出主回來時候應有嘅態度係點？嗱，譬如幾個童女啊，比喻啊，10個童女比喻啊，我哋特別講到咧，主翻嚟之後，我哋嘅態度係點？亦都要我哋作見證。嗱，所以3章都係作見證嘅3卷書。好啦，馬可唔同，馬可咧4次提我哋要謹慎。嗱，所以真係要謹慎。馬可如果特別仲多些少咩？提到我哋要受逼迫，係講多啲嘅，佢嘅部分佔多啲嘅。咁呢度咧就聖靈幫我哋提醒我哋，亦都係作見證。路加就唔同，頭先我講特別注意補充咩啊？馬太福音24章係咪？
好啦，咁馬太福音咧提過咧3條問題，3條咩問題咧？第一就聖殿被毀係咩時候嘅？第二個問題就係主降臨有咩預兆？第3個問題係世界末日有咩預兆？嗱，特別注意主翻嚟有幾多次啊？嗱，主翻嚟咧先係喺邊度啊？接我哋啊？雲中接我哋係咪？明唔明？嗱，我哋聚會突然之間就點啊？啊，有啲人唔見咗係咪？啊，咁你小心啲啊！咁咧就係雲中被提啦。好啦，咁但再經過7年之後，我哋就點啊？同住咩啊？一齊降臨。咁而家講緊嘅係雲中被提啊，定講緊降臨啊？講緊降臨嘅，記住好清楚。仲相差幾年啊？7年之前我哋已經被提嘅啦，明唔明？嗱，咁原來咧馬太福音咧，同埋頭先我路加馬可咧係對照啟示錄嘅。嗱，點對照法咧？記唔記得啟示錄咧係有7個印係咪？係咪先？7個印嗱，好易記啫。7個印裏邊先頭嗰6個印就對照咧馬太福音嘅。嗱，馬太福音先提咧有咩啊？敵基督係咪？有啲人冇咁明來說我是基督係咪？有敵基督出現。第二咧有戰爭係咪？我都講得好清楚，有戰爭，民與攻打民，國與攻打國。咁跟住第3咧有咩啊？饑荒係咪？第4咧就有地震，跟住咧就係瘟疫，同埋另外咧有人受逼迫，明唔明先？嗱，所以咧完全對照嘅。嗱，咁呢張圖咧，我哋出書出過嘅一本書，咁你自己可以睇翻咁樣啦。咁頭先我念聖經咧，特馬太福音提到咧，主翻嚟好似咩嘢啊？一個懷孕嘅婦人，就快生兒女係咪？我問你，我唔知啊。一來係男仔啊，我太太未生過啊，生仔應該點樣噶？好痛係咪？我仲痛得好犀利嘅，越多痛咧就代表咩啊？啊，越快生啦。嗱，所以好明顯，第一我哋知道主講嗰啲嘢頻率越犀利嘅，頻率出現嘅次數越多嘅。另外咧個強度係增加嘅，嗰種痛法係越嚟越犀利嘅，就知道就快生 BB 噶啦。我哋都知道主就快翻嚟噶啦。咁呢個生產之難咧，點解形容生產之難好有意思嘅？經過痛苦之後，跟住就會咩啊？有 BB 出世咪？有新嘅希望係咪？有新嘅環境係咪？咁今日都係經過生產之難之後咧，跟住進入新嘅國度，就進入咩千禧年國啦。我先提先，聖經馬太福音特別提第一個預兆係咩嘢？有好些人冒我嘅名來說。我係基督。另外後邊亦都提到咧假先知嘅出現。嗱，先講俾你聽先。當主耶穌講呢句說話嗰陣時候咧，當時好難應驗嘅。點解？主耶穌話自己係基督都要釘十字架。我問你邊個仲夠膽講話我就係基督啊？咪又再拉去釘十字架係咪？連跟住嗰啲門徒啊都要釘十字架嘅，有啲都要坐監嘅。咁邊個夠膽冒認我係基督咧？另外。喺天主教嘅時代，有一個所謂異端裁判所嘅，邊一個冒充自己係基督嘅，都要乜嘢拉去裁判所嘅，所以嚟講可以咁講咧，咁耐以嚟，其實唔多人話自己係基督嘅，當然係有，你哋話先，但係唔多。幾時多咧？你特別注意，就係20世紀60年代開始增加啦。嗱，好奇怪呢個。好啦，咁原來有一樣嘢嘅。喺新約聖經咧，除咗腓利門書之外咧，幾乎好多講到咧有假嘅基督、假先知、假福音或者異端出現嘅。嗱，我舉啲例子啊。嗱，譬如馬太福音咧提到咧，有些人且有好出假先知起來迷惑多人。嗱，有咩假先知咧？嗱，譬如摩門教啦，摩你道門係咪？係咪先？另外安息日會啦，我記得好清楚嘅，佢哋守安息日嘅。我以前教書咧，有一個學生咧信安息日會嘅，個主任咧講極佢都唔服，咁跟住咧希望我講服佢。你話我記得我同佢傾咗成個幾兩個鐘頭，我講唔服佢，即係我唔記得好清楚，不過因為經過成30年度啊，佢應該星期六就唔翻學嘅，守安息日。你話如果間學星期六要翻學嘅咁啊？嗱，咁跟住咧有假基督出現，嗱，咩假基督咧？文鮮明，嗱，佢哋咧我陣間會再長講噶。就文鮮明點咧？就集體結婚係咪聽過未啊？集體結婚即係咁。
咁另外咧就而家好犀利啊，東方閃電啊，即係嗱，大家要小心啲。甚至我哋中國大陸都有啲童工咧都被佢引誘嘅。甚至佢都試過咧嚟過香港有啲教會啊，唔係我哋中間啦，去啲教會附近咧派單張都有啊，東閃。咁佢哋點咧？淨有個所謂叫女基督出現嘅。咁另外咧有假使徒，嗱乜假使徒？譬如摩門教有使徒嘅制度嗰啲咁樣啦。另外假福音，嗱佢耶證咧要行為先能夠得救啦。天主教咧要守7項嘅聖禮咁啊。嗱咁聖經講好多人冇明來說，佢就係基督同埋假先知。嗱我哋睇睇60年代開始，嗱60年代嘅全部都係第一有文鮮明，我講過，佢哋集體結婚，佢哋稱乜嘢？稱佢自己咧就萬王之王咁。嗱咁跟住之後咧就佔中事咧就更加嚴重添。人民聖殿教聽過未啊？聽過舉手嘛？佢哋喺美國裏邊咧迷惑一班人。最撚尾點咧？集體自殺，因為被政府發現啊，同埋最撚尾有個議員啊去參觀嗰度想揾啲證據，撚尾殺4個議員，撚尾咧就 FBI 同佢對抗，撚尾咧就自殺，死咗咧900幾人咁啊！咁另外天父嘅兒女特別咧80年代係咪派一啲傳單係咪？即係講話誰來愛我哋？呢啲特別講性嗰方面嘅，即係。極其嘅邪教嘅，咁另外一個就大衛支派啦，又係即係異端邪教嗰啲咁啊。咁另外咧就東方閃電，頭先我講過啦，自稱係咩嘢女基督嗰啲咁啊。諗可以咁講，最少咧有1000人咧自稱基督或者先知，但記住一樣嘢，多數幾時開始啊？60年代開始。好啦，嗱咁而家咧仲有一樣好犀利嘅，就叫 New Age Movement 啊，新紀元運動。嗱，講到將來咧個大淫婦巴比倫就宗教合一啦。嗱，咁照計嚟講咧，天主教、基督教容易合一咧，大家都讀聖經係咪？大家都信一位神，回教都容易啲，佢只不過多咗會咩啊？可蘭經係咪？佛教就好難㗎，咪佛教完全都唔同嘅。但係而家你發現好一樣嘢，而家咧西方咧好俾佛教嗰啲思想咧滲入去嘅，佢哋一個叫咩 New Age Movement 新紀元運動。嗱，特別有啲音樂我哋小心啲嘅。有啲音樂咧，佢好多時灌入呢啲音樂嗰啲，其實裏邊有乜嘢？有打坐啊，我啲瑜伽嗰啲溝入去嘅咁啊。嗱，咁另外法輪功啦，我想你聽過，特別中國度就自稱咧有1億會眾嘅咁。咁另外咧就而家你發現多咗靈異嗰啲電影啊。嗱，我細個好中意睇戲嘅，我發現細個咧係只有1、2套嘅啫。驅魔人啊，學生，我仲記得好清楚個頭會轉嘅咁嗰陣時啲特技冇咁犀利，嗱而家多咗好多，嗱亦都注意多咗好多飾物，嗱你小心啲啊！有陣時我啲飾物咧，其實有啲係咩嘅？譬如倒釘十字架或者從十字架演變而成嘅，其實可能有啲飾物咧係一啲靈異嗰啲飾物嚟嘅。嗱咁另外而家亦都多咗啲乜嘢？神醫報導，嗱譬如我去非洲好明顯啦，成貼張 poster 出嚟係死人復活嘅，咁好多。非洲好多人咧都被呢啲攝音派啲影響啊！所謂神醫報導嗰啲，嗱我睇嗰啲記載啊，有啲就點樣係好虛假嘅，就點樣淨單住個耳塞啊，跟住紅色衫嗰位咁其實出面經訪問過紅色衫嗰位，你咩病啊？邊個醫生幫過你啊？紅色衫嗰位起嚟，你患咗咩病？邊個醫生幫唔到你？而家即係有啲虛偽嘅嘢都有嘅。咁另外亦都權能報導啦，嗱而家都開始吹到嚟香港。即係我啲嗱，咁另外成功神學咩叫成功神學咧？即係信主能夠幫助你富有啊，能夠幫助你好多即係改進你自己嘅人際關係之類嗰啲咁。咁另外攝音派嗰啲咧，嗱咁而家實在咧可以講越嚟越多呢啲嘢㗎。嗱，譬如德國巫師啊，我類啊，有幾多人啊？9萬。但係牧師加神父幾萬啊？3萬，1對3嘅。嗱咁英國咧特別聖公會嗰啲出人數越嚟越幹嘅。加拿大嗱，所以加拿大都係好弱嘅心理，25% 人口咧一個月只係睇1次聖經嘅啫。而美國咧摩門教咧1分55秒咧經有一個人加入㗎。嗱，所以頭先我講信息咁耐咧，經已美國多咗好多人加入咗摩門教嘅。
咁好啦，咁點解主翻嚟之前，或者而家呢個時候，點解咁多人假冒基督咧，或者假先知異端邪教出現咧？我相信有啲因素嘅。第一，提摩太前書4章1節咁講，聖靈明說，在後來的時候，必有人離棄真道，聽從那引誘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嗱，第一樣嘢就係離棄真道，即係主日信息唔聽，就中意去聽一啲乜嘢乜權能報道或者其他啲古靈精怪嗰啲嘢，一按手就即刻被聖靈充滿，咁梗係快手啦，係咪先啊？我講信息咧，講10年都未被聖靈充滿，係咪先啊？佢一按手就咁嗱，但係重要係離棄真道。好啦，另外一樣嘢，呢個世代嗱，我哋要了解咯，我哋而家揾呢個世代咧，我哋了解呢個世代嘅人中意乜嘢嗱？呢個世代嘅人其實係重經歷嘅，佢好着重經歷，經歷到就係靈嘅啦。嗱，我媽咧其實越嚟越有機會信主嘅，因為佢經歷過爸爸，我為我爸爸祈禱，哇！我從來未聽佢講嘅，佢一直就覺得我爸爸死先嘅，佢而家覺得佢可能會死先嘅啫。竟然我爸爸而家仲喺度喎，最近我為祈禱，糖尿病竟然唔使打針，我都希望佢盡快信主嘅啫。嗱，佢哋係仲經歷嘅。另外呢個世代嘅人親近主約，正如老底嘉教會住喺門外叩門。咁另外難處多、災難多，係好想直接得到幫助嘅。嗱，譬如四川地震，可能好想點樣直接得到幫助。嗱，譬如佛教嗰啲，佢真係俾張被去冚，佢真係有張被。咁嗱，所以咧難免咧，因為仲經歷。而所謂嗰啲異端邪教係好講經歷，譬如一按手你搭低咁，我經歷到。嗱，咁所以換句話講咧，點解咁容易被吸引？嗱，另外呢個係資訊嘅世代。嗱，但係一樣嘢，單單知識咧滿足唔到人嘅，因為你發現點樣？初頭好有興趣係咁撳，坐喺個電腦裏面話好多，但當你越撳越多，哇！發現嚇親你啊，真係！竟然咁多資訊，但發現滿足唔到你嘅心。反而咧，而家啲人中意做咩？仲經歷同埋感受。嗱，所以點解電視嗰啲 game 點解咁受吸引咧？就係有感受啊嘛！你明我先，覺得自己真係好叻嘛，打劍你我先。咁另外，亦都因為資訊犀利咧，所以吸收好多異教異靈嘅知識同埋見證。嗱，其實而家好犀利嘅。嗱，所以你都唔會亂咁咧，用電腦咧就睇網站咧講到主翻嚟嘅預兆啊。法輪功咧都講咩㗎？講聖經啟示錄應驗咗，佢哋真係查啟示錄真係好多㗎。你話先法輪功。我發現咧好多啲網站咧都係講主翻嚟嘅，你睇得出嘅。嗱，我唔係講笑，唔係一定係咁啊。大部分咧紅色黑色你望落都詭異啲啊。我啲多數都係異端邪教嗰啲講啟示錄嘅，講主翻嚟，係咪先？嗱，佢哋多咗呢啲，所以容易咧吸收咗啲人。好啦，另外老底嘉時代個特徵，啲人眼睛係點啊？眼黑嘅，唔識分別。另外。邪靈我可以講咗最後攻勢啦，因為即係主快翻嚟，佢就快死。嗱，所以翻都講，嗱，所以我咁聽係好危險嘅。嗱，所以我哋多啲翻聚會，多啲讀聖經。如果唔係嘅話，你被引誘你都唔知嘅。可能你揾好多資料，哇，好勁啊！呢個網站，嗱，譬如我都睇過有啲網站好勁嘅，講啟示錄，但係異端嘅，你睇清楚之後，你發現係異端邪教，好勁啊！講大紅龍，講乜嘢？最後發現原來法輪功嚟嘅，法輪功幫你查啟示錄真係。咁好啦，咁異端出現嘅原因係點解咧？我將佢簡單分到中國同埋西方。嗱，中國咧第一教育水平比較低啲，所以咧就唔容易分辨啊。你明唔明先？嗱，譬如頭先我講法輪功幫你查啟示錄，可能佢覺得話好正啊，真係你明唔明先？唔容易分辨。第二咧，佢哋缺乏牧養。嗱，佢哋嘅數字咧係1比1萬嘅，即係一個人牧養1萬人，咁一定會走漏嘅。另外，農村教會比較重經歷，農村人比較重經歷，聽唔聽祈禱，佢好重呢個經歷嘅。另外，異端咧都重關係線嚟傳嘅，嗱，所以你都着重關係線傳，佢哋好着重關係線，即係以至有關係，所以容易咧迷惑。嗱，咁另外到翻呢西方咧，點解亦都容易有異端邪教咧？特別於60年代開始，因為西方重自由，乜都要講自由。
你明我意思啊？除非好離譜啊，先至政府先干涉啫。咁嗱，所以變咗咧，60年代開始異端邪教多出現啦。另外第二樣嘢，馬太福音講，你們要聽見咩啊？打仗和打仗嘅風聲係咪？嗱，英文咧叫做 You will be hearing， 咩意思啊？係不斷咁樣聽到嘅。嗱，其實我哋而家係不斷聽到打仗和打仗嘅風聲嘅。好啦，咁點解能夠聽到咧？以前唔容易聽到嘅，以前可能打完仗你先知啊，明唔明啊？土耳其同呢啲國家打完仗你先知嘅，但係而家有直接有乜嘢 ？CNN 電台係咪？人造衛星有電視係咪？嗱，特別你注意一樣嘢，電視幾時開始有啊？電視幾時開始有啊？幾年代啊？可以咁講，係50年代開始有電視係咪？我記得我哋60年代咧，好中意咧就乜嘢噶啦？一個屋企有電視咧，就全部首歌匿埋去睇噶啦，係嘛？先學神針啊嗰啲，係嘛先？如來神掌嗰啲啊。好，民要攻打民，你發現咧而家多咗幾個名詞嘅。第一係咩？民族衝突。另外多咗咩？種族清洗。嗱，呢個名詞咧，我諗以前冇嘅。咩叫種族清洗咧？特別喺非洲蘇丹試過點樣種族清洗，即係話大家唔同族嘅。嗱，你睇啲黑人啦，我哋唔識分啦。黑人咧有啲好黑嘅係咪？有啲冇咁黑嘅係咪？其實唔同種族嘅，可能點樣咧就會有種族清洗啦，即係殺晒啲冇咁黑嗰啲人。你明唔明先咁啊？嗱，另外咧亦都有咩？嗱，喺東歐亦都有啦，特別即係蘇聯瓦解咗之後多咗啦。另外有內戰特別內戰幾時多咧？你注意一個時間，2次大戰之後，南韓、北韓、南越、北越係咪？幾時開始啊？50年代。嗱，你特別注意50年代嗰啲。好啦，國要攻打國。嗱，其實我哋咧香港雖然資訊咁發達，但係我哋其實一直以來只不知啲大型嘅戰爭嘅啫。嗱，咩叫大型戰爭啊？近年嚟美伊戰爭啊，咪海灣戰爭啦，係咪啊？我哋就知多啲。其實嚟講咧，喺呢10年度係多咗多戰爭嘅，例如海灣戰爭啦、車臣戰爭，聽過未啊？聽過舉手冇？嗱，有1次有2次，秘魯同厄瓜多爾戰爭聽過未啊？埃塞俄比亞同阿納特里亞邊境戰爭聽過未啊？嗱，其實係打緊好多嘅，你唔覺嘅啫，你唔知嘅啫。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嗱，先第一樣嘢。以前約叔講呢句說話嗰陣時候咧，係唔容易嘅。點解啊？因為當時羅馬帝國係最勁嘅，只有羅馬帝國打人啫嘛，啱唔啱先？唔會國要攻打國嘅，因為個國要攻打國，更加俾羅馬食埋添啦，啱唔啱先？同埋機會當時成個歐洲啊文明嘅世界都俾羅馬統治晒噶啦，所以邊有國攻打國咧？啱唔啱先？民亦都唔容易攻打民，因為當時羅馬帝國統治晒。嗱，但係可以咁講，2次大戰之後係多咗。點解咧？第一，2次大戰將南韓北韓隔硬分開2個國家，其實中間冇任何一條天然嘅屏障嘅，即係冇話一條河啊，冇咩，唔係實際一條300線咧，唔係實際一條線嘅，你咪唔係一座山嘅，隔硬咁樣分。另外，交通發達咗。嗱，交通發達咗，容易國攻打國啊！嗱，如果唔係嘅，你都唔容易啊！起碼你起條路先啦，先容易攻打國係咪？幾時開始道路多咗咧？50年代，跟住武器改良咗啦，武器改良咗容易打係咪？啱唔啱先啊？嗱，譬如以前大家傾框框即係唔容易啊！另外，國同國嘅虛實咧更加清楚。你而家一撳部電腦，你已經好清楚知道美國有幾架航母艦啊！你知道越南有幾多乜嘢？大家虛實容易知道，以至咧容易咧係國攻打國。好啦，多處必有饑荒。嗱，你發現咧，而家最 hit 嘅話題乜嘢？環保啊！你知唔知啊？最 hit 嘅問題係環保啊！嗱，前面嘅趨勢咧，邊行生意最好啊？你估最好就環保。點解咧？第一有溫室效應。嗱，香港天文台已經預言㗎啦，100呢個世紀末咧嚟個準備翻嚟，你未死嘅話咧，我咁樣你唔使買冬天衫㗎，已經冇冬天㗎啦。溫室效應，
我哋啱啱先過咗個平安夜咧，係天文台話係幾多年嘅咩？幾多年嘅記錄啊？係一個好熱嘅平安夜。咁另外第二點，臭氧層受到破壞。嗱，臭氧層受破壞咧，特別喺南極嗰度啊。嗱，所以我問你，我咁聽你小心移民去澳洲啊。嗱，澳洲你知唔知最多病係咩病啊？皮膚癌啊，皮膚癌。點解呢？因為臭氧層嘅問題，皮膚癌。嗱，咁臭氧層有一樣嘢嘅，就唔能夠補翻嘅。而家科學家都唔能夠補翻佢，唯一嘅方法咧係減少令佢繼續係破壞啫。好啦，點能夠令佢繼續破壞咧？減少咧？有幾個方法。第一，嗱，我哋大家一齊合作都得嘅。第一，少用雪櫃；第二，少用冷氣機；第三，少用車。呢個得唔得啊？呢個咪得個傾，大家得個傾。你問下先，邊度得咧？真係好。另外跟住咧，熱帶雨林咧係消失咗，越嚟越少咧熱帶嘅雨林。跟住另外咧，戰後亦都容易係有饑荒嘅。嗱，香港就唔覺有饑荒啊，但係而家全球啊，約有13億嘅人啊，平均啊每日生活費係1蚊美金嘅啫。嗱，咁另外耕地都越嚟越少，點解咧？因為越嚟越多咧轉咗工商業嘅用途。咁既然耕地少，換句話講就出產少啦。另外污染水類、魚類都減產好多嘅。嗱，喺今年好奇怪，你知唔知而家種魚少咗好多啊？三文魚好奇怪，佢竟然三文魚咧每年美加好多噶，但係而家三文魚竟然今年咧好少三文魚，少到幾多我唔記得，好多少咗好多。嗱，咁另外咧亦都為咗商業嘅利益穩定物價，而家有啲人甚至點咧出產好多噶。但係佢點啊？佢寧願將啲嘢點啊抌咗佢即係有錢嘅國家寧願抌咗佢因為為咗穩定物價。但所以可以咁講，饑荒其實係有嘅而家。好啦，頭先我講咗呢度，我唔再講啦。臭氧層受破壞嘅事，我哋大家一齊合作，減少用咩啊？雪櫃、冷氣、汽車，但係我哋全部都冇乜用嘅，要全世界嘅咁樣做先得。好嗱，20世紀嘅人都提出嘅，佢話咩咧？人口嘅增加咧係好似幾何級數咁樣增加嘅。嗱，好簡單，1850年得10億人口嘅啫，但係1930年多咗1倍，用咗幾年多咗1倍啊？80年就多1倍啦，跟住40億再多倍，幾年啊？用咗1975年幾多啊？幾年啊？45年，初頭幾年啊？初頭80，哇！你發現一倍一倍咁樣上喎，跟住而家2000年經60億啦。但係一樣嘢，食物嘅增長係斜線咁樣上嘅。但換句話講咧，人口嘅增長係咁樣幾何級，食物增長係斜線嘅，一定到一個點咧，大家交匯嘅係咪？呢個點有人統計咧，約莫都係60億至到80億度，呢個點係交匯嘅。嗱，咁交匯咗之後，發現一件咩事咧？就如果變成100億嘅人口，咁就會死咁啲，變翻80億。你明我啫？或者有啲咧就飢餓咁嘅樣。嗱，最邊有饑荒？嗱，我哋而家唔知嘅啫。嗱，好多名你知啊？埃塞俄比亞1998年至2000年有饑荒，2008年譬如阿富汗啦、孟加拉啊、東非啦都有嘅。而家今年咧肯亞糧食比較嚴重啲，我相信大家可能知多些少北韓嘅啫。咁，但係其實嚟講，你只不過係唔知嘅啫。頭先我諗講呢啲，我諗好嚇親你係咪？好，地震。嗱，地震咧，聖經提多處，跟住大大嘅震動。我哋特別注意喺地震嘅活躍期啊！原來有幾個區域咧已經進入地震活躍期。第一個咧就中國大陸。所以四川咧發生咁厲害嘅地震，明白先啊？我條地震帶係活躍期嘅。另外第二條就乜嘢咧？就係東京嗰度。所以咧前一排都未嘢，我哋教會都準備咗噶啦。因為前一排咧係好有機會東京嘅一次，大家聽過未啊？會8級嘅大地震係咪？係咪先？我哋內部已經準備咗，如果東京8級地震，我哋應該點應變噶啦？明唔明先啊？連恒生銀行都出咗個報告，如果大地震，日元升定係跌，明唔明先？因為咧，我講俾你聽，
東京附近發生嗰次地震，嗰次地震咧就跟住之後就爆發咧，就日本侵略中國同埋二次大戰，因為日本人覺得自己係處於一個地震區域。嗰次就關東大地震，唔知大家聽過未咧？歷史上，另外再對上一次發生一次地震，嗰次咧日元係創歷史新高嘅。嗱，所以連銀行都出咗報告，究竟咧係日元會升定係跌？呢個機會率係好高嘅。東京嘅大地震，連我哋內部我講過，我哋都預備咗成個應變嘅措施係點？第三就係乜嘢咧？呢個亦都係會可能性嘅，就係乜嘢咧？就係肯由洛杉磯到溫哥華嗰帶，會一個活躍地區會爆發一場大嘅地震。當年咧就三藩市地震啦，明白啫？會一場大地震，而最影響最大乜嘢咧？就啱啱先喺溫哥華對出嗰度海底一個大嘅地震，跟住有海嘯，跟住就掩蓋成個咧 Coquitlam。嗱，如果你加拿大翻嚟就知啦，成個 Coquitlam就係香港人居住成個區域啦。嗱，呢個地震如果咁樣嘅話咧，損害係最犀利嘅。嗱，整個嘅地震活躍，好啦，另外亦都多國家係咩？過往曾經試過核彈試爆啊，喺地下，其實係構成一種乜嘢咧？容易引發地震嘅可能性嘅。瘟疫，嗱，我唔使多講啦。而家有咩？豬流感係咪？聖經提過咧，第四印一個瘟疫咧會死1/4嘅人嘅。如果豬流感加埋禽流感就點啊？就好犀利啊！嗱，我唔係好識啊。而家嘅 H1 乜嘢 N1 係咪？按我所認識咧，number 越大咧，可能係災害越高嘅。而家 H1 N1，如果 H 幾 N 幾溝埋咧，就嚴重好多。嗱，譬如愛滋病，愛滋病好多嘅而家，特別非洲。嗱，咁沙士啦、禽流感咧，呢啲我唔詳細講啦，係多咗好多。好啦，點解瘟疫增加咧？嗱，原來第一就溫室效應啊！嗱，我相信大家知啊，越熱啊、潮潮濕濕啊，越容易滋養乜嘢？細菌係咪？另外第二點，化武，跟住商人牟利。嗱，而家咧曾經講過嘅，喺外國嗰啲家鄉雞啊，你發現個髀好大隻㗎，係咪？真有啲成火雞髀嚟嘅，你幾乎見到。我啲雞係點咧？個頭好細嘅啫，幾乎好似冇頭㗎。點解咧？啲人牟利係咁谷啲嘢俾佢食，食到咧就係咁。所以點解有瘋牛症有呢啲嘢咧？就係商人牟利，將一啲唔應該食嘅嘢俾嗰啲動物食，谷大佢。另外濫用抗生素啊！我傳聞某某嘅長老都係咩㗎？以前一病就睇醫生，睇親醫生就全部抗生素㗎啦。咁啊，嗱，譬如我都食咗好多抗生素嘅，因為我中學期間全部係鼻竇炎啊，明唔明先啊？咁有啲醫生唔得，呢個咁勁，2個禮拜藥就得，咁就睇過啦，成扎嗰啲炸彈，即係抗生素咁。另外犯罪性濫交，嗱，譬如舉個例啦，譬如愛滋病性濫交。另外濫吃，嗱，濫吃都係會導致嘅。點解濫吃咧？其實果子狸係唔應該食㗎，啱唔啱先？啲人都食果子狸。你食過我咁樣煙未啊？大家一齊食，坐喺度，跟住有一隻嗰啲monkey馬騮仔喐嘅，跟住點啊？就剝開個腦，跟住大家一齊分嚟食。食過未啊你？跟住咧就熊掌係捉隻熊，監生燒紅個鑊，跟住整落去，跟住咧就沖血，跟住斬斷隻腳，跟住嚟食熊掌。嗱，我咁咧，呢啲梗係容易產生病啦，啱唔啱先？啱唔啱啊？你諗下，即係就咁隻馬騮仔咁嘅樣剝穿佢，就咁剝嚟食，你諗下先啊？你話容唔容易有瘟疫存在咧？我逼迫信徒，回教亦都有逼迫信徒嘅。喺回教啲人咧，如果邊個信主嘅話咧，容易係咩嘅？受逼迫嘅，不法嘅事真多。嗱，先解釋咩叫不法嘅事先。咩叫不法嘅事啊？原本唔合法嘅嘢，而家變成合法嘅，咁咪叫不法咯，啱唔啱先？我冇寫低，例如有乜嘢啊？同性戀咯，以前個個覺得唔合法㗎，而家可以同性戀乜嘢？合法化，
妓女以前係唔合法嘅，而家有啲國家乜嘢妓女乜嘢合法化啊？佢覺得乜嘢咧？啊，合法咗，可能仲保障咧小愛滋病啊，或者話呢啲只不過係個人嘅生意咁。嗱，越嚟越多不法嘅事，嗱，譬如講恐怖襲擊，嗱，譬如琴日有啦，幫唔成功啫，啊，我啲飛機上嘅恐怖襲擊唔成功，你諗下幾恐怖啊，幾咁不法啊，成個人炸架飛機自己都死嘅，啱唔啱先？成個人彈去襲擊，你諗下幾咁不法？家庭嘅破碎，嗱，而家越嚟越多離婚、未婚媽媽。人心係扭曲嘅開始。嗱，而家外國有啲字典啊，點樣定義家庭咧？我哋以前點樣定義家庭啊？好簡單，一個爸爸，一個媽媽，跟住有啲仔女係咪？呢個就家庭係咪？而家嘅定義唔係嘅，而家定義咩叫 family 咧 ？family is a group of people living together 咁啊叫 family 噶啦。咩叫 family 咧？兩個男仔就叫 family 噶啦，可以叫 family 係咪？咁跟住就認領一個。啊，咁可以咧就叫 family， 只要住埋一齊就叫 family 嘅。不法嘅事真多，點解咧？受異端、異教、異靈嘅迷惑啦。嗱，特別回教嗰啲，佢覺得點樣咁樣做係咪可拉為阿拉死嘅？將來有天堂噶，有啲勇士將來去咗天堂之後，我唔知有幾多個女仔同幾多個女仔結婚可以，多咗啲靈異端、異教、異靈嗰啲嘢。另外，而家啲網絡暴力啊、色情嘅渲染好犀利㗎。你諗下，一個人係咁打機，長期俾嗰啲暴力嘅影響啊！你話越嚟越咪多不法嘅事啊？另外，青少年濫用藥物同埋毒品嘅問題啊，食咗之後容易做啲係傻事、不法嘅事啊。同性戀合法化啦。嗱，而家外國有啲興乜嘢啊？多夫多妻啊！美國曾經試過有一單官司咁樣嘅。就有一笪地方，佢哋純粹咩多夫多妻，跟住啲仔女咧係咪？本來法庭咧要將啲仔女咧去咩嘅？接管晒嘅，即係免得日後佢受呢個同化變成咁嘅樣。但我想你知啊，當佢哋監管嘅期間，啲手稿計唔中意啲社會福利處嗰啲成嘅咧，你有冇先啊？咁嚴厲咁，佢哋竟然點樣要求咧翻返去自己父母嗰度？嗱，真係多夫多妻有。嗱，另外而家興乜嘢知唔知啊？而家最出名嘅説話就係咩？道德冇底線嘅，嚇！另外性愛無界限嘅，嚇！可能一個女仔幫幾個人發生關係咁。嗱，我咁樣呢份不法嘅事真係越嚟越多。好啦，愛心就會點啊？漸漸冷淡咪。但係點解幾多愛心冷淡嘅事？自殺，嗱，自殺係咩嘢？第一唔愛自己，第二唔愛身邊嘅人，真係好殘忍嘅。留翻嗰啲。點解幾慘？可能冇咗個仔，可能冇咗個丈夫，離婚率高，離婚嘅人唔理咩嘅，唔理下一代。嗱，我咁聽，犯罪學裏邊研究過，啲罪犯好多都係因為上一代嘅家庭嘅問題，可能離婚各方面所引致。跟住同居率高，同居其實好冇愛嘅。大家唔會結婚，點解唔結婚啊？唔啱就係咩啊？分，因為幾冇一個保障，愛心你係咪漸漸冷淡咧？好啦，但係有一個積極嘅説話，聖經裏面有一句好積極嘅説話係咩？佢話福音要傳遍天下，要作要對萬民作見證。嗱，咁福音越嚟越容易傳遍天下嘅。嗱，譬如而家多咗咩啊？互聯網咧多咗電子產品係咪？啱唔啱先？嗱，我哋而家向尼泊爾咧傳福音易咗啊！我哋以前向尼泊爾傳福音好難嘅，係咪？尼泊爾坐監嘅。嗱，譬如我哋最近用電台廣播嘅。嗱，遲啲咧，我哋如果有畫片嘅話咧，我哋可以用畫片擺落去，就有即係喐得嘅嗰啲動畫或者電影嗰啲播俾尼泊爾嘅人，係易咗嘅。嗱，咁而家聖經咧已經超過呢有3850個語言同埋方言嘅譯本嘅啦，全世界咧竟然有90% 嘅人可以用得嘅。嗱，咁我都想咩嘅？我最近都想研究下咧中國啲少數民族啊。嗱，你特別注意，福音要傳遍天下，
對萬民作見證，萬民咧係 nations， 係代表一啲種族啊，明唔明啊？嗱，咁中國都有啲少數民族嘅。嗱，呢句上咩意思啊？所有嘅種族嘅人都係聽過福音，都係有人信主嘅，咁主就翻嚟噶。嗱，咁聖經翻譯公會咧都諗住咩？2040年咧，希望能夠完成每一種語言嘅翻譯。嗱，咁另外而家有個好處咧，第三世界宣教士咧係比西方係世界更多嘅。嗱，喺香港華人嚟講，可能因為我哋嘅緣故咧，都刺激其他好多華人教會係多咗宣教嘅。嗱，以前嚟講咧，好多地方係冇嘅。嗱，譬如舉例俾我哋南非，我哋第一處華人教會嘅。你問下，博斯灣啊，又係第一處嘅；馬島又係第一處嘅。中南美我哋好多都係第一處嘅，但係而家多咗啦。即係可能我哋因為我哋嘅，佢都見到我哋咁嘅擴展法，明啊？咁我唔詳細啦。嗱，咁有好特別，好土嘅突然。嗱，而家全個世界咧，我自從上次去完非洲之後咧，我發現我整個世界觀變咗嘅。嗱，咩意思咧？我10年前去過非洲，1996年開展非洲嗰啲國家，但係我2年前再去一次非洲，我發現唔同咗。點解咧？10年前我去博斯灣啊，行咗2日，最多撞到1個2個中國人。但係而家我再去博斯灣啊，佢哋竟然有成個墟啊，都係中國人開鋪頭嘅。你咪喺我度可以食雲吞麵啊，各方面咁唔同咗好多。嗱，而家其實整個世界觀係變咗嘅，變咗邊度咧？因為蘇聯瓦解，整個東歐變得好犀利。嗱，東歐我冇機會去啊，我都想去東歐，因為東歐而家多咗好多華人。東歐即係成個東歐多咗好多華人。另外，中國新移民，嗱，中國新移民好犀利。我坐過好多次飛機，我人生第一次坐飛機，見到機上啲人大家鬧交，喺邊度咧？係坐南非嘅飛機去南非。原來南非我講咩？而家竟然有一半係中國人嚟嘅，坐飛機去南非，嚇親你嘅真係。你明啊？以前我第一次坐飛機，全部計乜嘢啦？全部都係嗰啲外國人啦。但係而家坐南非嘅飛機，竟有一半中國人，佢哋就大家爭位，即係話呢個唔知點樣有大家鬧交，你話齋要個空姐嚟去干涉。嗱，成個世界觀變咗，但係呢啲成為乜嘢咧？好土。好啦，對萬民作見證，咁我講過咧。就係嗱，而家咧雖然福音係咁普遍，但係而家應該統計咧，仲仍有12000個未得嘅群體嘅。嗱，咩叫未得嘅群體咧？中國嗱，家能夠數到一啲好少數嘅民族啊？識唔識啊？呢度中間冇邊個係少數民族嘅人嚟㗎？你瑤族啊？你係有冇啊？有冇呢啲族嘅人？嗱，我咁咧，就算中國啊。都有呢啲少數民族，嗱，我哋有啲團隊都去過嘅，去過啲揾啲少數民族去傳福音咁樣嘅，我都盼望咧能夠多啲呢方面。以色列嘅得救，嗱，有一句聖經類似咁講嘅，因為當我哋同咗一齊降臨之後，我咁咧，以色列全家要歸向神嘅。嗱，以色列近年嚟咧係多咗咧人信主嘅，有幾個原因，第一。多咗海外信主嗰啲猶太人回流啊，去作見證嘅。嗱，即係話咩？佢本身猶太人，但係去邊度信主啊？喺美國信主，跟住回翻去。咁跟住佢信咗主之後，佢個仔就可能信主啦，跟住可以向人傳福音咁嘅樣啦。嗱，咁另外咧，而家咧以色列多咗咧，超過有120間所謂嘅彌賽亞會堂啊。而家有冇咧？有基督徒1萬幾人嘅。啊，過去呢10年咧，有500% 咧係倍增嘅。嗱，可以咁講。自從第一世紀咧，全部嗰啲使徒門徒都係猶太人嚟嘛，好多係咪？當時保羅未將福音傳俾外邦嘅時候，而家嚟講係歷史上邊第2次多以色列人佢自己話信主嘅。好啦，天上有可怕嘅異象。嗱，近年咧多咗天上發現可怕嘅現象嘅。嗱。不過多數可能係假嘅，你諗下啫。但係呢班人開始注意啊！嗱，我上次講過啊，20幾年啊，2012年係咪？嗱，最近連美國咧，我唔記得咗白宮定邊度啊，都要宣佈啊，2012年係假嘅，因為2012年咧，佢哋就話有一個
星球會撞向地球。你話晒，連白宮喺美國官方都要證實係冇呢啲咁嘅星球嘅，我話晒，即係。但呢班嘢，人開始咧關心咧，同埋實在因為天上多咗好多怪異嘅現象。點解咧？因為大氣層暖咗啊！明我意思啊？而家咧澳洲對出咧多咗個島啊，個島好大嘅，係咩島嚟噶？就係冰山融咗，跟住咧慢慢咧飄去澳洲，成為一個好大嘅島。嗱，所以遲啲你可能喺地圖裏邊咧發現多咗個島嘅，個島冇人住嘅，就係呢啲海飄出啲冰島咁。嗱，唔同咗，核爆會產生改變天氣，溫室效應亦都會改變天氣嘅變化。嗱，所以呢啲容易產生多咧天上可怕異象。嗱，等住咪，我希望你注意一樣嘢。我最近咧講聖經咧講過一樣嘢，就乜嘢？1948年。嗱，再問呢度中間有邊個係1948年之前出世嘅？好，企起身啦，方便嘅，企起身啦嘛，企起身係咪？方便嘅，企，我哋鼓掌好。嗱，弟兄姊妹，以色列復國真係開啟咗末世嘅預言。我頭先講過好多日子，唔知你記唔記得？自從真嘅1948年之後，50年代、60年代，聖經嘅末世預言全部開始睇到啦。頭先我講過，記唔記得？幾時開始多假先知啊？60年代。幾時開始有清算啊？彼此陷害啊？50年代開始就係共產主義開始。幾時多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啊？2次大戰之後。幾時能夠人類係親自見到將來嗰個敵基督從死裏面復活啦？有咗人造衛星，有咗電視。幾時有電視啊？咁普遍啊？50年代開始。嗱，所以等住我講俾你聽，48年之後，聖經講到末後嘅事係完全喺呢一代裏面完全現晒出嚟。以前嘅人係唔會講世界末日嘅。因為係唔容易嘅，以前嚟講唔可能統管世界嘅。就算我初信主，我信咗主30年前，我覺得唔容易嘅。睇數邊會容易應驗啊？666女仔邊度肯啊？但係而家有晶片，點嚟控制世界咧？我當時即係70年代，你明我真唔容易控制世界，但係而家好容易。嗱，等住我講俾你聽，係真嘅。可以講到成個報晒出嚟，地球先生啊！我哋嘅地球先生幾時開始發燒啊？列得近代嘅，以前嚟講唔容易有環保問題嘅，點燒極啊？燒柴燒煤點都燒唔晒個乜嘢啦。但係而家係有環保嘅問題。嗱，等於我講俾你聽，我只能夠好真誠咁講，好坦誠咁講，主就快翻嚟。我唔會定一個 deadline， 48年係一個好重要嘅日子。聖經講一代，從40年到100年都有講。譬如我舉個例子，亞伯拉罕佢哋未去到迦南，因為亞摩利人仲未惡貫滿盈，係忍耐幾多年啊？48年，係4代嘅。嗰度一代可以代表100年。詩篇90篇，人生係幾多歲啊？70，強壯幾多？80。如果1948年出世，今年幾多歲啊？61。如果係70歲嘅話，仲爭9年；如果係80歲嘅話，仲爭19年；如果係100歲嘅話，仲爭幾年啊？39年。30個人都唔係好長嘅啫。弟兄姊妹，神真係興起我哋嘅。我哋近年嚟多講乜嘢咧？我哋係主嘅佳偶。呢個屬靈嘅趨勢係必定會蔓延全球嘅，好簡單。有冇可能啊？新郎哥同一個新娘結婚，連個新娘都唔知自己係佳偶啊，自己係新娘啊？如果係咁嘅，點會嚟娶你咧？主喺我哋中間帶領住全球。我哋近年嚟多講敬拜，我以前都覺得好奇怪嘅。天上其中一樣嘢都係敬拜嘅，點解咁特別嘅？地上唔敬拜，一上到天堂就多敬拜。敬拜
而家係全球嘅一個大嘅趨勢嚟嘅。弟兄姊妹，我講咩？主真係快翻嚟。結論講咁多，以後結論重要。而家真係末時嘅末時。今年我自己最感恩一樣嘢乜嘢咧？我同過往唔同嘅。初信主嗰陣時候，我聽過主翻嚟嘅信息。初信主嗰陣時候，我唔係好覺得聖經係會應驗嘅，特別頭先我講666啊或者之類嗰啲咁啊。咁耐以嚟，我覺得我未必咧係能夠親眼見主面嘅，因為我都有一個心態覺得咩？主咁多年嚟咁多年都唔翻，點會偏偏揀咗我咧？我是誰咧？就算余領都講話佢嘅侍奉係影響主嘅翻嚟，我哋最後一排，我嗰陣時我都覺得講就咁講，你話鼓勵說話啫，你話真，我冇一個確據。我記得我喺外國翻嚟之後，曾經有一次新醫館特會講過主翻嚟嘅信息，講過幾個，我都冇特別一個確據。今年年頭我講過，因為豬流感嘅問題，我講過主就話翻嚟，我未有確據，但我講俾你聽，最近我人生一個最大嘅轉變，神聖已經喺我心裏邊出現啦。咩意思咧？當神聖出現之後就係天國。我最近咧，我講俾你聽，我有一個信心確據，可能我未死能夠見到主親眼翻嚟，但係我重複，呢個唔係一定出於神而嚟嘅。你明我咪先？唔係出於神嘅話，唔係任何嘅嘢。因為一樣嘢，你睇聖經嗱，我其實有成8個系列嘅，你讀落去，特別有啲國家嘅名係冇得變嘅。頭先我講嗰啲可能話趨勢啫，地震可能以前科學冇咁昌明，驗唔到啫。但係有啲國家冇得變嘅，伊朗係冇得變嘅，冇人會解到第二個。俄羅斯好清楚北方極處係冇得變嘅，你睇睇地圖冇得變嘅。我講俾你聽，主真係快翻嚟。你睇落去，你成本聖經都發現唔可能主唔快翻嚟，同埋全部係真係咁厲害嘅應驗。嗱，特別今年，我本來有機會咧想將咧今年所有嘅新聞對照晒。琴日揸飛機嘅事件係同也門有關嘅。我上次曾經幫大家查過也門係咪？啱唔啱先？也門係被稱為乜嘢？恐怖組織嘅天堂。拉登係從也門而嚟嘅，但也門亦都開始係親美嘅。而我哋上次解聖經解過好清楚，有一個地方抗議嘅係邊度啊？也門。嗱，聽住我咁樣，全個局報晒。整個世界趨勢正朝住個方向而去嘅。杜拜係一個好特別嘅城市，我本來上去睇一睇。全世界有2個城市好奇怪，一個就拉斯維加斯，喺呢個沙漠地方，竟然能夠咁繁榮嘅都市。一間酒店好出名嘅，出邊一個湖，裏邊有水噴泉嘅，沙漠能夠有個湖。另外第二個城市係咩？就係杜拜。杜拜能夠竟然點解喺中東嗰度竟咁繁榮，有7星級嘅酒店。近期杜拜嘅事，其實我想可能神係佈一個局。如果有杜拜出現，未必容易會重建巴比倫。已經有杜拜啦，2個好難爭。但係杜拜，我相信因為最近今次嘅經濟危機，可能啲人唔會再投資杜拜。伊朗最近打伊拉克想爭油田，會唔會伊拉克真係越嚟越靠近歐盟呢？以至重建巴比倫呢？弟兄姊妹，整個局勢報晒，亦都寶貴。審判前神俾人一個聽福音嘅機會，福音要傳遍天下。弟兄姊妹，我盼望我哋大家起嚟傳福音。福音傳講嘅速度喺末期來到啦。弟兄姊妹，而家細個你真係神開咗好大嘅門嘅，我唔知大家知唔知？譬如上次我睇一套DVD 睇到嘅，非就係佢能夠對全間學校咁樣傳福音。我哋喺讚美亞
能夠向好多人傳福音。其實而家係越嚟越多人咩嘅嚟到福音聚會嘅，主必快嚟。另外一樣，我哋唔好被人嘅跌倒同埋愛心冷淡影響。弟兄姊妹，呢個係必有嘅事嘅。我哋唔好話俾一個，哇，佢幫我受過浸喎，點解佢軟弱嘅？佢曾經幫我查經喎，點解佢軟弱跌倒咗嘅？呢個必有嘅事。甚至聖經講到咩啊？甚至人乜嘢嚟到反教嘅事都有。我哋唔好俾呢啲影響我哋。回應，我哋咩回應咧？我哋要謹慎，免得被迷惑。但係睇今日真嘅，我哋最重要關心你，免得你被迷惑。迷惑慘在邊度啊？慘在迷惑咗你之後，如果你一生以後都唔清醒就好啊！你明唔明啊？最慘係點啊？魔鬼招好絕嘅，絕在邊度咧？佢迷惑你，最後臨死之前，臨最後刻俾你清醒啊！當你清醒之後，你見到自己做咁傷害教會嘅事，咁傷害主嘅事，你我下痛苦啊！比被迷惑我下更痛苦。我哋唔好驚慌，前面發生任何事唔好驚慌，無論地震、戰爭各方面係必有嘅事。我哋愛心唔好被沖淡，弟兄姊妹，我哋要更加係改變呢個潮流，我哋更加要愛去改變佢。十億不情，我哋唔需要預先思慮講乜嘢。嗱，我哋唔知有冇機會去一啲國家，可能要十億巴，你可以唔需要思慮乜嘢，主同埋聖靈能夠幫你。最後忍耐到底，弟兄姊妹，我講俾你聽。有一個弟兄咧，佢跑步好叻嘅。我問你個秘訣，我話我有時跑到最尾，哇，好辛苦嘅，真係唔想跑啊！佢話俾我聽，係噶，跑到最後尾真係好辛苦嘅，真係想放棄嘅。但係當佢放棄嗰時候，佢就諗到啦，我辛苦，其實人哋都辛苦嘅，係爭咗邊個唔放棄嘅啫。弟兄姊妹，盼望我哋忍耐到底，盼望我哋忍耐到底。呢條真係馬拉松嘅戰鬥嚟噶。當我哋辛苦，魔鬼更辛苦啊！忍耐到底嘅必然得救。另外，我講過3卷聖經都一次次叫我哋乜嘢？作見證。嗱，等住我哋盼望我哋作見證。我哋點能夠催促主嘅翻嚟咧？外邦嘅人數添滿咗，就教會人數添滿咗，就會翻嚟啦。主弟兄姊妹，我盼望一齊作見證。如果你有時間嘅話，可以嘅話。我盼望你出嚟專心。如果你唔得嘅話，唔緊要，你搏命賺錢，賺咗錢之後供養你專心。弟兄姊妹，前面係充滿咗盼望你。我盼望你睇到即係主快翻嚟。我再鼓勵大家，唔好再為自己而活，唔好再為啲芝麻老豆而活。我哋要睇見整個大嘅趨勢，睇見整個世界佈局，整個世界嘅新嘅局面。